海豚，佢哋嘅祖先係陸上動物。咩係單腦半球睡眠？每年4月14日係世界海豚日。海豚屬於鯨目海豚科，係哺乳動物，亦係鯨魚嘅近親。佢哋同我哋人類一樣，要用肺呼吸，仲要定期浮出水面換氣。海豚科有好多種，佢哋嘅外形各異，但都有一個共通點：聰明過人，簡直係海洋嘅智商擔當。身體構造。海豚嘅身體構造有魚類型嘅流線型身軀，好靈活嘅脊椎，用嚟穩定嘅背鰭，用嚟轉向嘅胸鰭，推進嘅尾鰭，頭頂嘅吹氣孔，仲有殘餘嘅後肢。科學家估計海豚嘅祖先可能係好似始祖鯨咁嘅動物，係陸地上行走嘅四足動物。後來為咗適應海洋，前肢變咗做鰭，後肢就退化到得返骨盆附近啲殘餘骨頭。呢啲遺物記錄咗佢哋由陸地去到海洋嘅神奇演化之旅。生態。海豚主要生活喺海洋，但亦有淡水海豚生活喺河流。佢哋係群居動物，通常以家庭或小群體生活，有啲群體甚至可以有幾百隻海豚。呢啲群體有複雜嘅社會結構，佢哋嘅社交活動多姿多彩，好似人類嘅大家庭咁熱鬧。例如，佢哋會互相幫忙照顧小海豚，仲會一齊合作捕魚。有研究發現，海豚之間嘅八卦多到不得了，佢哋會用特定嘅聲音同群友傾偈，分享邊個揾到好食，邊個同邊個唔啱。社交生活熱鬧到你會覺得佢哋好似有個海豚聊天群。習性。海豚係非常聰明嘅動物，智商高到可以同人類溝通。佢哋用聲音溝通，包括卡嗒聲、口哨聲等。每隻海豚仲有自己獨特嘅口哨聲作為名字，好似海洋版嘅身份證咁。除咗溝通，佢哋仲會用回聲定位嚟尋找食物同導航。呢個技能簡直係海洋版嘅聲納，準到連人類嘅潛艇都要自愧不如。特點。海豚有流線型嘅身體，適應水中生活。佢哋嘅皮膚光滑，有助於減少水阻，游起嚟好似水底嘅跑車。海豚嘅呼吸孔位於頭頂，需要定期浮出水面呼吸。佢哋嘅尾巴呈水平狀，上下擺動來推進，速度可以快到時速60公里，仲可以跳出水面高達6米，係名副其實嘅海洋飛魚。冷知識。每年4月14日係世界海豚日，呢一日係1990年代開始定落嚟嘅。全球嘅海洋愛好者同動物權益組織會喺呢日關注海豚嘅處境，特別係反對圈養同虐待海豚嘅行為。佢哋會搞活動，宣傳保護海洋，提醒大家俾啲愛呢啲聰明嘅海洋居民。海豚嘅睡眠方式好特別，佢哋用一種叫做單腦半球睡眠嘅方法嚟瞓覺。簡單嚟講，就係佢哋會輪流讓大腦嘅左半球同右半球休息，每次只有一半大腦瞓覺，另一半就保持清醒同警覺。當左腦休息時，右眼就會合埋，咁樣佢哋就可以喺瞓覺時繼續游水、呼吸，甚至留意周圍有冇危險。研究發現，海豚每日大約會用8小時嚟完成呢種半睡半醒狀態。佢哋仲可以喺呢啲狀態下同群友保持聯繫，實在係海洋生物界嘅時間管理大師。